1分鐘介紹現代居所嘅舒適之道。全屋以原木色地板與淺色家具嘅搭配，令空間睇落更寬敞明亮。櫃牆用咗漸層花紋背景，增強藝術性同視覺層次感。第一間房間用咗明亮嘅橙色牆身，增添活力。實用嘅上格床連書台及衣櫃，節省空間並增加收納功能。第二間房間用咗簡潔嘅米白色牆身配淺木色床架，適合喜愛簡約風格嘅人。主人房門則就加入咗雙面櫃，客廳多一個展示櫃之餘，房間又多一個隱蔽收納櫃，一櫃兩用。淺藍色嘅牆面帶嚟清新嘅感覺。廚房嘅用咗有磁力嘅白色珐琅壁板，容易清潔又多用途。廁所嘅藍色櫃身帶來煥然一新嘅感覺。想睇到更多裝修案例就快啲 follow 我哋啦！我哋仲提供免費上門度尺報價設計畫圖，歡迎致電查詢。